边出发那个快跑小点，哦，绿红红哦，好，胸部卖掉，加呼吸，走到回。阿扁加油！阿扁好追！阿扁好追！阿扁加油！阿扁加油！阿扁好追！拜访了，拜访。我想2020这场选战哦，它跟过去可能好几次的总统大选哦，它的一个重要性哦不言可喻了。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哦，这是一个台湾主体路线哦，跟中国的一个亲中的路线哦，包括外国媒体也都这样看哦，他们的认定哦，韩国瑜国民党的总统的参选人哦，已经正式的来确定了哦，他是一个亲中的哦，而且民粹的一个候选人哦，那在韩国瑜市长他对于中国的一个路线哦，这个是非常暧昧哦，而且是扬北京鼻息的哦，他不敢来声援反送中哦，香港的一个反送中运动，而且他对于习近平版本的这个台湾共识的一国两制哦，以满共美强策哦，甚至他虽然嘴巴说他拒绝一国两制哦，他是中华民国的坚定支持者哦，但是他却走进中联办哦，去领旨建旗一国两制。所以我觉得对这一点来讲，哦，这个我们台湾意识的这些支持者，大家不能接受，哦，怕死的我都接受了，哦，所以听你这个观点哦，那我们一定全力来支持台湾的主体路线，哦，一定要让本土政权哦可以继续执政，我想这个最大目标。